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的，我係吳依蓉，新年快樂！看到我哋現場過喜氣，連我本人都過喜氣吼，因為我哋今日有請到的來賓呢，伊係剪紙藝術家陳永光先生，歡迎先生。多謝講講的主持人，多謝先生又來到我哋的節目吼。啊，過年期間你聽過無限吼？今年吼有台南咪的飯店的請來去搞啦。哦，伊就要帶安尼剪紙的東西過去啊啦。他個按常識啦，攏他個會介紹我。像我去屏東科技大學搞吼，搞迄個啊有去一定你要介紹我去屏東大學啦。啊有去輔仁科大啦。一定攏安尼介紹來介紹去。啊，他個按常識啦。連我媽媽都前一陣啦，上過老師的課哦，好多老師有同我講啊，今年呢當然我哋客家咩吼客人啊，啊如果請老師來同我哋特別介紹，都係我哋客家嘅剪紙，吼，韓國過年嘅時節，我哋會有那個個特別嘅客人能有嘅剪紙，因為剪紙其實一般我哋看唔出乜嘅吼，如果唔出乜嘅客家也算客家特別。剪紙有乜嘅圖案？一看下去都係客家呀。咱客家剪紙吼，對阿發伯吼、徐有發吼，佇迄聯絡啦吼。1912年出世，1921年出世啦。啊，以22歲時節吼，都看到啲廟方啊吼。攏切得安講啊！啊，伊想講可以用啲剪紙啊，吼來呈現嘛，吼，安尼同啲廟方哦搭配安尼個講啊，吼啊，嗰種也伊創嘅啦，吼，係等創始人啊，邱雲老師吼，如伊嘅唯一的傳人啊，啊，喺101年吼都出來搞，哦，係等都開始接受安尼。啊，因為啊，吼，我哋客家剪紙，伊嘅圖騰啊，哈，像我哋每個族群哈，都有他自己的圖騰嘛，哈。啊，我哋咧，客家剪紙嘅圖騰吼，佢特別的哈，伊看到乜嘅形呢，都剪成乜嘅樣式的哈。啊，同也意思吼合起來哈，啊，如構成也一幅過講的圖，吼，啊，我哋客家剪紙最太精神吼，如也偏咧五福符，過年會疊也五種色種黃色的五福符，吼，疊嘅五福符吼，有唔要黑白疊嘅啊，吼，有做福，哦，睇啲做數片福，祿，哦祿，八卦，戌，喜，吼。福祿壽喜八卦哈，那八卦為什麼在中間呢？哈，就是賑災避邪啦哈。五路兄弟哈，多呀如何唔可以站入來啦。哦，啊也福啊哈，如否極萬物啦哈，啊福澤綿長。祿的話就是他家哈，豐衣足食哈，高官厚祿。啊，啲壽桃哈，就是大家常壽比南山哈，平安健康。然後那個喜的話，就是祈求那個大地哈，風調雨順哈，作物豐收。它是有意涵的。哦，嗰個用嚟本，如係主要地方嘅圖案來本，係嘛？係錯，福祿一定要有一啲福彩，啊，有。抓福有蝙蝠代表福氣的，那鹿一定有鹿角，哦，希望結好緣，啊，然後八卦呢，哈，就是一定有土地公庇佑，哈，然後福祿壽喜4個神明在保佑我們，然後壽桃一定壽的話一定會有壽桃，都有長壽草，長壽草啲當紅紅尖尖的。哦，長壽草的給它很多白鳳菜，就是長壽草。它上面是往上尖尖的草
生長上去，所以它就剪成那個菱形的尖角的。然後喜呢一定有喜花，那你看那個那個花哈，有含苞待放的花哈，還有裂開來的花。那個含苞待放的花就是指哈，女孩子哈還沒有過定哈，當她那個花苞裂開來的時候，就是說我的女兒已經過定了。所以它的意涵是這樣。哦，古說也個其實就係走論傳統嘅剪法嚟剪呢。對啊，其實老師有講，如我們客家嘅剪紙傳統嘅，如係折起來，4折8折。它就像很多如多子多孫啊，百子千孫啊，然後新丁花啊，然後好圖啊，然後米奇八卦啊，都是傳統的。哦，也五福符都係傳統嘅。啊，我們看到南澳有兩個符，一個錄唔咩？我創作的。哦，創作嘅。哦，咁老師咪同人介紹一下哈。啲做書編的符哈，這也可以重現疊嘛。重現疊，因為我更加將啲紙張嘅材料哈，用廣告紙哈。用疊壁符，替太門的門框、燈框可以疊清舊而唔會褪色。最主要我哋最主要用福福絲都咱哋客家人都希望自家子孫都有福嘛福加福彩加壽桃福壽安康福福來到。然後外面一層就是福祿壽喜四方的福祿壽喜來包圍，來庇佑你們。然後東西南北方的用土地公以帶愛心擁抱愛心來如何祈求他家是平安健康。然後他有一個是帶元寶，擁抱元寶。就是祈求財源廣進。也篇符都今年的創作，因為有馬年馬到福到。馬到福到然後就是它的右手邊這個四字的話有小的福氣，慢慢變成大的福氣。然後有蝴蝶嘛就將那個福氣慢慢的疊起來，那一層一層的疊起來，然後跟人家結好緣，有結好緣的圖，然後就能今年馬年就能事事如意，在那個一橫批那邊一橫那一個是事事如意事事如意就是事事如意草的話，它如果沒有下面結籽的話就叫如意草。那它結果了，不管1顆2顆，就變事事如意了。所以我哋客家圖騰各有意思，也係我想要研究的一直讓我喜歡的這個原因啊。哇，如果一種的剪紙可以包含所有的祝福呢？對，錯。老師嗰啲 tip 咩係？唔會用嘅就唔好多嘅傳統嘅圖騰，去保留，唔過用去做新嘅創作。從馬年如標馬年批安尼。也嘅咩係？頭都係我們老師講，剛才媽媽同學係學哪一種？老師講如果一種，人講那有可能，我媽媽剪的最也嘅哦。老師講其實一般人都可以呢。都可以。我感覺一擺2025年萬萬佛紅藝術節伊啲主辦的人攏用共創的觀念我係去慢慢搞。三去搞，結果有啲40人的剪紙老師我嚇一跳呢，嚇一嚇，40人呢，又學又搞，用來聽嘅搞來簽嘅學啊。那些先生，都1萬啊。
伊迄慢慢才提的。嘿，哦，可能攏長期佇台北啦。伊拿啲作品出來吼，來看那些全部攏台六個啦，台六個剪紙啊。哦，伊迄台六個是啥？唔係，伊迄台灣的。台灣早期吼，台灣早期學嘅剪紙吼，攏用大陸的剪紙，用安尼雕刻，用刀刻。沒用剪呢？沒用剪。用刀刻。嘿，嗰像伊嗰講的圖案，然後慢慢的安尼一顆一刀一刀刻出來，很漂亮。更加我就納悶啊，伊做乜個來為了學咩哈？後來都第他那個基本的刀法，他沒有學，他只有用刻的。所以我在羅伯一搞哈，第一個入門一定把那個剪紙的口訣跟刀法一定搞一點，從尤其聲音的反應能力清楚。嗰項感覺夠可惜啊！台灣哈也是崇尚美嘛哈，剪紙真的很漂亮。嗰時候一直想要提推廣出去啊。對現在小朋友也很幫忙，他們剪的也是很漂亮的。人家個剪紙哈，一定還有幾道學問學講哦。我哋聊一下先生說下咋，我哋等下過多陣來繼續打嘴鼓。非常多種來福起來嘅現場，今日我哋咧來賓係剪紙藝術家陳永光先生，頭都有講到吼，其實看起來按鬧嘅圖啊，一般人其實也少可睇得到吼。像我哋頭都講到，葉福老師嘅創作，如係葉思維，其實係傳統嘅圖案，地動呢沒有傳統圖案，唔過嘅福係老師嘅創作。個剪法規方面很創新，思維圖案係折起來剪呢，一次剪。哦，地動的福祿係會直接攤開來剪，鏤空剪。這個我媽媽做得到哦。可以。一般人差不多按呢，我剪好一種，我會花一段時間。差不多20分鐘。咁算過講呢。公園家是自己可以剪一種，也個咱們有成就感呢吼。哦。要版型給他們。你喺邊度搞睇㗎？嗰時候我設計嗰度對一般人。因為吼，大家都們都講，客家剪紙，咱談到剪紙們都嗰種過困難哦。不愛搞按多經驗吼，慢慢的會設計，就一定要讓那位入門要做，愛更加有去。搞吼，有啲入門的圖吼，都係也蝴蝶啦，也蝴蝶，立體蝴蝶哈。立體。也咩算入門的哦？入門的。可以有人講呢。那個睇得有剪紙的口訣啦哈。剪紙冇乜個撇步啊，冇蝦米撇步啦。都係哈，順着輪廓剪嘛哈。轉彎轉角的時候要轉紙啊，我們可以轉斗呀，你剪斗做那些一路疏鬆的呀，這紙張會疏鬆啊。我想只能哪一紙靠近那剪斗，那你就會剪紙就樂無窮。然後它最主要的刀法剪紙它最主要刀法沒有幾個就是剛才的輪廓剪然後直接剪入。直接剪入的話，大陸的剪紙它很會直接戳洞那我們剪刀對的當方的戳洞很容易受傷那你要戳洞剪沒有10幾年的功力剪不出來。所以我們用直接剪入的話用一些技巧把要剪的部分的鏤空的部分，把它剪個小洞，讓剪刀可以進去剪這個。所以剛才那個福就是教學員這樣子剪，他們就會剪。
然後還有一個按口剪哈，還有開口剪。那我們這個蝴蝶裡面就包括了開口剪跟按口剪，所以它的刀法全部在這裡面。其實剪紙沒有什麼那個難處啦，就是你要常剪。所以我在外面教的時候，這一張我教他們一定要保留回去。讓小朋友哈，像我們台灣的醫學報道，幼兒在2歲班滿2歲班時間，伊都可以拿剪刀的。拿剪刀吼，你都畫基本的三角形啊、四角形啊、圓形、筆剪。都安全剪刀，對，用安全剪刀。你講其實嗰些時間，你可以比訓練嗰種小肌肉，錯嘛？你係比天天嚟訓練安樣嚟剪，其實對嗰些你可以開始。你都因為因太，其實都唔會，你唔會衝眼嚟，會感覺太嘅路好像手很笨拙，係咪？係啊。可是最主要你的口訣啦，口訣吼記起來吼，個困難的吼，伊咧也會得啦。就像我去屏東太學教吼，樂齡嘛哈，屏東大學樂齡，他有一個比我長2歲的那個學員吶，他就一直看我說，陳老師，你教我剪這個是在捉弄我呢，我眼睛不好呢。可是吼，我看到你吼。那麼可愛哈，我還是剪看看啦。不過吼，一剪一刀2刀剪下去吼，又沒剪的又這邊也隔壁的老公剪。對啊，伊都冇恆心剪下去。假使上海好，其實對你來講，無論伊多細，如何嘅去咯。錯。如現剪都冇安難啦，如字咩？剪法嗰剪一種如何？對啊，只有小小的咩。老師，你如果用研發，除了講一本細人咧，初學者入門的人可以個順勢個輕來剪，你如果用去研發，用來用難的吼，像個立體的咩，你能夠用去研發的。對啊，工人吼，除了雕邊的窗花啦吼，夫婦啦吼，啲立體雕飾吼，咪個獎啦吼，像一擺2025年的火黃藝術節哈，我的天空藝術展哈，天空吊飾展就是那個我背後的那個五色彩球，然後還有你背後的那個五色的那個春聯，春的立體，那也是福祿壽喜八卦，它的造型為什麼做嘛跟客家剪紙哈，會先要5種色哈。第一種神哈，豐盛都感謝哈，感謝的祖先，第二綠色哈，強盛哈，如果感強的呢，迄個地方，迄個也塊地，也塊太地，藍色哈，靛色哈，就會會金風松田，敬天嘛哈，然後黃色的話哈，都會尊敬祭拜祖先，我哋不管好多人客家人都有祭拜祖先的習慣，一定要祭拜祖先，然後再去橘色再去祈求，嗰像我哋去到奈，不管去奈廟方啊奈嘛，去啲我哋要先感謝哦，唔可以一百去好多講求，保護我平安健康，保護我穿太前，他是不會理你的。個體都被搞哈，也立體剪紙哈，也很受歡迎的哈。像中間那啲哈，黃梨哈、鳳梨哈，我們就搭配那個土地公哈，他元寶嘛哈。就是祈求財源廣進嘛哈，中間的蘋果哈，都會搭配那個土地公庇佑，擁抱愛心，就是庇佑平安健康，然後下面那個用字嘛哈，大吉，
大吉大利的意思哈，然後上面是搭配客家剪紙的結好緣，就是這個像這一個一串哈，對那個開店的那個店面也很有幫助，掛在掛在店面底部哈，沒過有幫助啊。我說老師，你剪呢也得有東西，就係做得搞好，沒有人囤買。嘿，有要是文化財啦，也不能賣啦。只是說像有的文化財不能賣，可是它就可以展示啊。像亞種買唔得了。這我的創作可以。那都可以，不過亞種。對，傳統的那個不行。係哦。所以亞種唔得過年的愛請老師同愛剪，然後其實不行。他是照理係做唔得。像松柏吼，台南有啲數位展，數位館啊，客家那個數位館，他有向來授權，一幅5幅啊，他在展示就可以。如果私人用的話，可能就不行。嗰時候也都真嘅，也個可能可以研究一下吼，因為藝術品，伊講伊唔係幾年10年的創作，所以都是唔得。因為他的圖騰哈有貼註冊，屏東科技大學註冊。唔過老師的創作都可以。咁過年期間，我有個當年囤豬文嘛，如愛但是去甲剪，剪了送人啊。嗰度會剪了送人。我像這個，我還搭配中間還會。旁邊會搭配的呀，客家剪紙變成那個4折窗花，然後就像那個福字一樣啊，貼在那個，我每年都會送給同事啊，就是朋友那些。我過年會印稿，慢慢去搞課啊。睇下如果可能如果當年像老師頭頭講嘅，如果人講奶是的，我剪唔出來。結果嗰當然，還去剪出來呀。係啊，禮拜嗰倒拜去搞吼，伊就那麼奇怪樣，剪咧按獎咯，迄個剪咧咩啊？伊哋都唔會相信。係啊，這是我剪的嗎？就是可以剪出來。我說你去搞的時間，咩會有成就感。我有學生都學漸啊都放棄，也會有啦吼。不過當然其實你係肯去做的話，其實係可以做出一個，也可以講一個自家做的剪紙作品出來。嗰度潘發通哈，我冇喜歡潘發通啊，因為嗰當年他伊咩來學嘅啦，伊來收集來啲東西即個貴氣嘅皮皮巴即個貴氣就夠啦。咩啲啊，咩即個來學啊，攏來看有乜嘅圖形，皮皮嘅以前貴氣都去搞嘅。安尼哦。我比較不喜歡這樣，比較喜歡去學校推廣。同後生嘅推廣啊。如果要剪紙還有幾多嘅內容好討論呢？我哋聊一下，我繼續來請教陳永光先生。歡迎多種來福喜來嘅現場，今日嘅來賓係剪紙藝術家陳永光先生。我相信對幾多客家鄉親來講，可能時常會看到，會覺得陳先生家今仔邊啊幾有名嘅老師，頭都沒談得出，都係一出，因為邱永元先生錄音團講，我來推廣安尼，唔咩慢慢去教，唔過頭多先生沒有透露，有個人會。冇去上課，唔過路，偷偷去參加活動看一下，剪係乜嘅，又多轉去搞，安尼。其實有一些有點剽竊你的創作的感覺，可是你好像也不能怎麼樣吼。如安尼啊，如係你還係會引搞安尼。不過那一方面，你嘅創作每本韓國當然看到，就我有冇去用嘅應用，像萬萬的火鳳藝術節。喺美路屯那剪紙啊，也得
有韓國數位的應用，安尼。我吼一直都過感謝的那老師啊，邱雲老師，伊佇咧疫情的時間吼，在年代新聞啊吼採訪伊啊，伊講伊模仿片啊吼，結果伊都介紹我，吼啊咱咪我安尼有安尼佇電視台曝光後吼，啊包括連咧福熙台也電視節目曝光後吼，很多人都找到我。啊，佮像佮感謝人，按詳細，原來那位感謝你，都按用心去推廣一個剪紙，不過一條路行來，係咪會很寂寞啊？我感覺吼，那不管學物嘅東西吼，興趣最重要啦。啊，就包括我哋家下去學習嘅時間啊，啲對老師講。也世代是學嘅戲哈，可是吼，感覺講奇怪，有興趣吼，不管伊多細啊吼，開始學吼，從來52歲人開始學啊，有心情吼，有希望，你都慢慢的會改變，吼，會行出另一條路啦。你當初攏會想到去學剪紙的呢？爸爸吼，從105年過身啦吼，95歲嘛吼。伊迄搞的時節吼，因為也過少人看到吼。文化園區哦，我哋喺綠隊客家文化園區嘅職工嘛，係天意區嘅職工。伊都園區吼，有味道嘅傳承，也客家剪紙，都幫邱雲老師開課。開課第8開。都提星期5啊吼，這是台灣要上班，上拜六禮拜人有聊，嗰上天氣我都冇報名。咱咪因為吼，他家嗰上嘅學名授課報名嘅人，報名嘅人就早半啲人期在開。嗰像天意期開嘅時間吼，超過40個人咧。人期都講加去2班啦，吼2班。一班都開啲拜六早晨啊。嗰像伊哋幹部我哋問下哋啦，講有人要學客家剪紙嘛？我就抱着懷疑的態度啊，我去什麼叫客家剪紙呢？我就去報名，那時都拆成2班嘛，2班。都同老師邱雲老師講啊，老師我又唔曉得畫圖樣咯。邱雲老師講，你看到我要剪要下要怎麼下刀，你就跟着下刀。然後他是會畫嘛，畫在那個白板上嘛，然後。再怎麼下刀嘛，他就說叫我說，你就跟着老師剪，老師怎麼剪你就跟着剪，然後我就跟着剪，後來就是那些學員就說，我們那時候有三個世代，還講呀世代是學嘅戲嘛，咱3個世代，3個世代，60幾年咱3個世代。那咪吼，因為吼，他家佢有興趣咩吼，要求隔1年吼，我延期再為了開中階班。中階班的時間吼，我哋老師都同，因為冇可能按多年吼，他1班的啦。我哋邱雲老師都要求啲文化園區嘅長官吼，講開禮拜6，有知名我去參加啦。我本來唔知啦。迄個高階班的時節吼，我哋上了2班嘛。高階班的學員，我哋剪紙的班的班長啊，同我講的啦，講也開始我能知啦。咱初階上迄隔個1年，咱中階班。本來要本單60個人，存到一多誒，存到30個人，如砍半變1班。都高階呢？存到10個人。其實有一些篩選嘛，還係冇。他當然
有的人這個因為講解謎也攏無保命的啦。啊，你老師佢有良心啦，伊唔會講你唔會來學啊哈。你沒有不能學，他也不會強迫你學。啊，你學不來的話，他會很耐心的教你學。他不會隨意篩掉人啊。唔係有心要學，嗌你教。對，他一定會教。除非你這個用係的，冇愛學嘅。甲水謎存到10倍。是。啊，唔後來啲老師指明愛唔來，你這個我感覺過奇怪冇？唔會啊，我就因為伊講啊哈，佢最我哋打高階班咪上2擺咪哈，啊，佢最後擺如講我都滿意啊，老師做乜嘅攏鼓勵我吼去教嘛哈，啊，其實我哋10邊人地擺吼，伊有鼓勵咱3邊人嘅啦，可以攞去教啦，啊，當然我滿意啊，伊講你的刀法很明確，就很大氣，可適合創作，他就這樣指明我。加上上海高階問老師一個問題，唔怕5升5個哦。係啊，唔單止，因為我哋本來中階到高階哈，本來要隔1年嘛，可是到107年。12年，然後到107年，讓辦高階班啊。啊，你從細你又講你本來唔會畫圖的哦，嗰種唔凡細唔係叫做美術很好誒。美術很好。美術很好。我很會畫畫，可是都沒有到沒有那個啊，到國中就沒有了，到各種都讀書的啊，都冇去畫嘅啊。唔過唔凡細個會畫圖。國小去嘅個會畫圖。嗰種還係有一些帶，是喺啲動團的嗰啲。變那講好嘅建制，同嘅才能有兩都轉來呢。難怪我哋想唔會畫圖嘅人，都有可能畫到安將。一開始都講抱着懷疑嘅心態，結果變到老師嘅愛徒，你又應講歸感車身上，嗰種嘅使命感係用來開始的感覺，都係真經啊，老師問啊，有點繼承嘅。佢想講，我更加唔曉得畫，佢唔會畫咩哈，我都用電腦做那個刀法，第一刀要怎麼下，第二刀怎麼下，我都用紅色、藍色、綠色，然後慢慢的介紹他的刀法，這樣子的話，大家一目了然啊。也可以補我那個不會畫畫的那個。你不是會畫畫嗎？畫畫跟那個不一樣啊。你感覺還係冇區哦。冇一樣啊。你教的方式同熊友元先生教的方式有區樣下，還係有乜嘅冇區樣嘅所在？應該冇區樣，因為我哋邱元老師哈，伊會喺白板上畫那個構圖，他會再構圖。那我的構圖直接用電腦構圖出來，把那個要剪掉的部分哈，用黑色呈現，然後他們就照着那個圖案剪，口訣嗰度係老師傳下來，還是你自己？那個口訣是我研究的時候發現的。你自己發現講，我用嚟教。你好嘅，你問嘅人能談嘅事。嗰像我哋邱元老師搞哈，搞大班嘅、台版嘅人數多人哈，伊可能要搶主角。我安尼方式哈，更加嗰度單位哈，伊也冇撥迄主角嘅錢啦。嗰像我更加用電腦用顏色區分哈，伊都可以是用請主角，然後用PPT 的電腦播放，讓它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呈現，你哋就跟着那個步驟。記得上北哈，我提的輔英科大哈，子林老師有請我去嘛哈，我是設計不一樣的蝴蝶哈，那個蝴蝶的翅膀哈，一直轉一直轉的，設計的那個一直轉的蝴蝶。其中的那個3個護理系的女孩子哈，一直轉一直笑，轉得很高興。我就是要強調說，你在剪的時候，
唔可以轉你的剪刀，剪刀吼唔可以，唔可以離開你的紙張，不要一直想說離開你的紙張，剪刀不要離開紙張，你非要離開紙張的時間有沒有？在那個邊邊角角，你在剪刀走動的時候，你不要輕易拿開，一定要在邊邊角落的時候拿開，然後再去做另外一邊的結合。然後我們會有被那個剪刀刮傷的，那個疑慮啦。雖然先生沒直接講大拍講，我覺得從最後聽到了一點人生哲理。非常感謝陳雲光先生今日同我們分享安東的作品，還有學習剪紙的故事，非常多謝。感謝。接下來觀眾朋友，莫轉台哦，談論運動先生好好運動。觀眾朋友，有請去到福喜來嘅面書粉絲專頁網站，還有訂閱我們嘅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最新消息。